小學入面咧學習嘅內容咧，以我作為一個主體，同外界嘅聯繫。咁如果你話喺法律嘅教育或者國安嘅教育入面，我哋會見到係乜嘢咧？佢原生家庭就好明顯啦嚇，跟住就學校、社會同埋國家呢方面其實係聯動到嘅。我要強調一點就係乜嘢啊？學生同學校個關係好嘅話，其實對我哋施教係有幫助嘅。呢個某程度都係一個安全教育一個向導喺度啊。咁成個小學嘅課程框架啦，就有叫做7個學習範疇。好啦，咁我哋舉少少內容去睇啦喎啊。咁喺小學嘅基歷入面咧，譬如話我與國家呢度咧，你見到其實個國民身份認同或者國家主權嗰方面係凸顯到出嚟嘅。我諗呢一度學生當我哋老師去施教嘅時候，學生去更認同咗之後啦，對國安咧其實佢嗰個感受咧就清晰好多㗎啦，係嘛？我哋唔係話照本宣科一直講嗱，國家要安全，大家要維係國安咁就算數咁。講唔到落去啦，好簡單啊，分裂晒啲嘢啊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從多維度去睇嘅話咧，連結好少少。咁我哋見到啦，一國首先係咩國？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係啦，澳門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土嘅其中嘅一部分啦，所以要保持領土完整，需要維持一個國家。OK， 同埋主權都要統一啦。OK， 中央人民政府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係根本基本嘅法律。OK， 我哋今朝先聽完啦。好啦，兩制啦，兩制定咗公道自治，係啦，澳人治澳，同埋保留乜嘢啊？保留係啦，呢兩個啦。好啦，呢度咧我有一個少少嘅遊戲啦，咁啊需要根據翻啱啱嘅我哋所講嘅內容，有幾條問題啦。咁當然係我揾兩個同學出嚟嘅。好，你望翻一左一右嘅。Ready go! Come on, fight! 咁我哋大家都一齊嚟回顧啦，因為4題其實都係一樣㗎，只不過次序有啲唔同嘅啫。OK， 咁我哋睇下啦，攞讀出嚟，澳門特別行政區。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。正確定錯誤啊？正確㗎。OK。好啦，咁我哋要講一講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嘅入邊其中一項嘅，今朝我哋都聽過嘅係關於乜嘢啊？居民嘅權利同埋義務。係啦，咁我哋會有啲乜嘢嘅權利咧？對澳門永久性居民嚟講咧，會有咩權啊？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係啦，亦都可以自由選擇。職業和工作的自由。係啦，即係可以選擇咩職業同工作都得㗎。OK， 好啦，仲有可以信仰自由有冇㗎？有。OK， 我可以信咩教啊？教，我亦都可以信天主教。OK， 好啦，仲有我哋可以享受乜嘢㗎？社會福利。社會福利我哋今朝聽週會亦都聽咗㗎啦。我哋例如學生啦，5到15週歲享受義務教育。OK， 我哋有幾多年嘅免費教育啊15年。10幾年啊？ 15年。係啦，15年嘅免費教育啦。咁好啦，呢啲係我哋可以享受嘅權利。咁對應嘅，我哋應該有嘅義務，我哋要做到乜嘢咧？我哋要遵守法律，例如我哋可唔可以亂過馬路啊？唔可以。係嘛？唔係話我想點就點㗎嘛，係嘛？好啦，我哋都有相應嘅責任，我哋要做翻遵守法律，可唔可以亂拋垃圾？亂拋垃圾啊？得嘅。OK， 咁呢個係我哋嘅義務，每個公民都要承擔嘅。好啦，我哋國家安全，我哋其實都有制定咗啲乜嘢㗎？我哋有喺操場度做一啲升旗儀式啦，係咪啊？甚至我哋唔喺操場嘅，我哋會喺邊度啊？火
課室都會做升旗嘅。OK。咁好啦，咁除咗升旗儀式之外咧，我哋仲有教育嘅，一個叫咩日啊？全國家安全教育日。係啦，呢個其實係國家咧2016年起咧就制定咗邊一日啊4月15日。係啦，做全民國家安全日嘅，安全教育日嘅目的係為咗增強國民嘅教育安全意識啦，維護國家安全制定嘅。咁澳門係幾時去做呢樣嘢咧？20幾年？夜嘅。澳門係由2018年咁就開始主辦咗呢個國家安全教育展，一個展覽嚟㗎。咁我哋其實都有學生去過嘅，有中學嘅同學啦。呢個係2023年嘅 ，OK。咁亦都有小學同學都有去過嘅，係啦，去參觀同埋認識國家安全教育。咁我哋嘅老師同埋同學公民小組咧，公民教育推廣小組亦都做咗一個圖文包出嚟嘅，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 ？OK， 都係講關於國家教育安全嘅。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啊聽我講咗咁多啦嚇，咁啊我哋做一做第二個練習啦。係啦。咁我每兩個人咧就會發一個 iPad 啦，咁啊輸入你哋兩個嘅學號就得啦，唔需要輸入名啦。回顧下入邊嘅問題嘅，好啦，我哋嘅回歸嘅日期係邊一日啊？12月20日 ，OK， 哦，大多數人比較錯喎，咁我嚟緊放個20號嘅假咧，大家就冇得放啦，繼續翻學啦，我哋係啦，呢樣嘢留意啊，係1999年12月20日係回歸嘅，因為相距我哋回歸幾多週年啊？25週年 ，OK。